长隆大学，这里是教学大楼，开会应该在行政大楼，上面有国际会议厅。中华民国103年3月15号礼拜六早上，有南华大学跟长隆大学佛教跟基督教的对话研讨会。各位南华大学的同仁同学，长隆大学的同学，庄院长要我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来跟大家讲几句这个欢迎的话然后顺便介绍一下长隆大学所以我想我用短短的时间来做一个介绍。首先我要代表学校非常欢迎这个南华大学的师生能够跟我们神学院一起做这个研究的合作伙伴。南华大学跟长隆大学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宗教办学的这个大学那宗教办学有宗教办学的理想理念一些坚持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这个交流，不只是在学术上在我们对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这个责任感上面能够有彼此互相共同勉励的这个地方所以我首先欢迎大家这个大概你们进校的时候还看不到的是我们学校的大门这个大门已经设计了10几年了，可是盖不起来一直盖不起来。盖不起来原因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地是因为我们这个土地强度已经盖满了所以要申请这个土地变更这个政府的这个步骤非常慢所以我们现在刚刚把这个强度申请过了那本来希望今年6月可以让毕业生有地方可以拍照可是看起来还是来不及的不过这个都设计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校门将来会是这个样子以这个来欢迎大家那要说长隆大学我分成几个部分，很简单跟大家来谈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直自诩作为一个宗教办学的大学，我们必须是一所不同凡响的大学不同凡响的学府。那我也相信这个南华大学以宗教办学一定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理念跟这样的期许所以这个校徽代表的这个基督教的大学长荣，然后有这个麦穗，有这个盾牌，有十字架把这个基督教的元素放到里面期许我们这个学校不会忘记说我们这个办学的这个初衷那长隆大学除了作为基督教大学以外，我们这几年我们也很感恩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非常恶劣之下我们学校是逆势成长。今年我知道这个繁星刚刚公布，那繁星公布以后，跟我们大概都是基督教大学的中原大学、东海大学、亚洲大学几个大学大概都有切额了。长隆大学的这个繁星是150年，我们收了159年就是比这个总额还多就是我们这几年，我看过这个整个这几年招生的这个数据一看下来，大部分的公立私立大学都是在减少学生都是红字制度，里面有很少几个学校是黑字的是有成长的，长隆大学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非常感恩说我们正派经营以基督教经营来办学那我们能够在逆势中成长这是我对我们学校的一个期许那我们学校作为基督教大学，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跟这个一般国际上所有大学在谈的前人教育我们作为基督教的这个学校，我们期许老师学生在这边是用牧育的观念，所以你看从这个进校门在这个火车站下面就看到我们有这个光标，意式光标，就是用这个牧羊图为开始，到我们的2教的这个部分，我们用这个耶稣牧羊的这个精神。那牧人的精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他不只是做经师不只是在传递知识，不只是做人师不只是当做模范典范，还要有一个积极的去关怀学生牧者为羊舍命牧者为羊舍命或者说这个牧工羊遇到危险会逃跑，牧工会挺身为羊来工作，是我们整个办学不断强调的一个基本理念第二个我要谈是我们得天独厚长隆
学在刚设立的时候归仁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非常偏僻的地方可是只有20年，整个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翻转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一个学府了你看，在台湾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有火车开到他们的学校里面去长荣大学是唯一的火车开到学校，而且不止把火车开到学校，还把车站的命名为长荣大学站。这个不只是台湾没有了，在外国都没有。我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火车站，它叫做大学站。我到美国 Princeton 有一个火车站，叫做 Princeton 站。可是没有一个 Princeton 大学站，没有一个中文大学站。台湾就有一个长荣大学站这个沙仑线的火车政府花了57亿盖的，其中只有增加一个火车站，就是长荣大学站那增加这个站要命名全台湾的火车站都只有3个字，没有4个字以上的，可是我们要5个字，所以台铁还为了我们把这个系统改成归5个字可是这不是我们有什么背景啦，我们的背景是上帝的，没有什么人的背景，唯一的背景是什么？是我们正派办学，我们了解分享就是收获。我想这是佛教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所以是因为这个政府盖的车站没有路可以出去，后来要求我们把我们的40米大道分享，我们就免费分享了，因为我们免费把40米大道分享给这个政府，所以政府就拍板定案，叫做长荣大学站。什么困难都可以，所以没有任何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门什么都没走，这是愿意分享，这是我们办学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理念那我们现在学校除了把火车开进来以外，我们也在营造这个大学成为大河文化的水岸大学我们长荣大学是最靠近二仁溪的大学。那我们知道二仁溪是一个废五金的一个污染最严重的这个河流。可是我们的老师在这边经营了10几年把这个河川整治。现在二仁溪已经有这个湿地复育，有这个生态的这个复育，已经有这个鱼虾这样的地方，所以水鸟、水草非常漂亮。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溪跟我们学校联合在一起。那在这个把这个水岸大学用这个大河的文化来做我们教育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们通识教育。现在带学生去踏勘二仁溪，带学生去阅读二仁溪，带学生去书写二仁溪然后我们现在在规划要在我们的学校旁边这边做一个浮动码头，将来有这个独木舟，有这个气垫船会让学生跟二仁溪结合在一起那这是我们也会在学校里面弄一个这个二仁溪的这个文物展录馆这是我们大概希望这个学校很在地跟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部分。完全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这边受教育不是学知识，而是跟他们生活结合这是未来我们要建这个二仁溪浮动码头的这个地方这是铜雕就是我在这个刚刚讲说我们学校用这个牧羊人作为一个意象来经营这个学校，这是在我们二教的一个墙壁上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学生的这个服务精神谦卑的精神非常强调，所以从学校创校开始，每年的毕业典礼。有校长、董事长、院长蹲下来帮毕业生洗脚，是每年做我讲都没有人相信，我到国外去讲，他们也不相信，说哪有大学的董事长、院长、校长愿意蹲下来帮学生洗脚？可是我们就是做，而且坚持的做，做了20年到现在还继续在做。这是我们希望。昨天有一个日本的大学来听我说，他说他希望我们邀请他们的校长今年的毕业典礼来让他去看看。我们会邀请他不过他要不要使用不晓得这是我们每年跟家长跟学生强调，如果董事长、校长都帮你们洗脚，你们毕业出去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你所学的如果不能服务别人，不能利益社会的话，那都是空学。这是我们办这个学校的最基本的一个精神跟理念所以我们实际的做，以校长、以老师、以院长做给学生看，然后让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这样那我们在图书馆有一个这个玻璃艺术品叫做何劳不悔，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意念品它是强调这个招命跟回生我们希望学生在这边学习服务，是对社会、对人类、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份使命所以我们强调永续。刚刚讲这个前人沐浴，常人永续这个永续是在谈这个 sustainability 这个对地球、对人类未来、对这个
global warming 这些东西的这个关怀啊。那我们最近在这个图书馆后面弄一个迷宫啊，我们希望说这边全人啊身心灵啊，我们学校这个体育3年必修0学分，花很多钱啊，让学生去运动，强健体魄。我们学校有这个音乐欣赏全校必修，服务学习全校必修，伦理学全校必修，都是花很多的钱啊。希望把这个学生在这个全人的一个方面啊，我们还强调这个灵性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全人，希望把它塑造起来啊。那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做的营造，还继续在做啊。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这个近期目标是希望成为南台湾最好的私立大学。那这个成为南台湾最好的私立大学，我们的这个做法就是希望放眼世界，深耕在地啊。放眼世界是国际化，深耕在地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人民啊结合在一起。长远的目标，我们希望成为世界第1的基督教大学啊，这是我们勉励这个学校能够往前继续来发展的啊。好，那我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段这个学校做的这个影片啊，让大家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学院。刚刚这个庄院长介绍了，是台湾第1所政府政府评鉴的这个接受的这个学院啊。那现在这个台北的这个进行的时间也是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特色都能够发挥成为我们学校未来继续在社会上